书目文献：朱维真中国史学史课程笔记。史英勇星号。引言：我作为一个史学科班出身的人，对于中国史学史这门课程并不陌生，它是历史系的基本课程之一。何况本人在大学本科毕业前，为了考取硕士研究生，还专攻过一段中国史学史。但是，当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毕业8年后，又再次考取复旦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于1999年秋季的学其跟随朱维真先生重新系统听授中国史学史课程时，我还是觉得这门课程相当耳目一新。因为以往我所研学的中国史学史，主要内容只是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而朱先生的中国史学史，却在史学编纂形式与史学观念之间的相关性方面，每有独到的新见解，颇为启迪后生。遗憾的是，学生时代的我，多年养成的听课记笔记的方式是只记自感有所心得与己有帮助的部分，而自感自己熟知不必记录的内容则从略不计。这样就带来的一个后果，尽管我自以为听课非常认真，但我的听课笔记还是遗漏了不少内容，并不能包含朱先生讲课的全部。我的整个听课笔记显得有些零碎，不够完整系统，再加上朱先生晚年授课常常海阔天空，旁征博引，上下穿插，前后互证。因此此次当我想要整理这份笔记时，尽管读来还是倍感亲切，也觉得内容丰富，颇有价值，但还是要费一番功夫进行整理缀合。我深信这份笔记或于学龄不无裨益。同时在朱先生仙逝10周年之际刊印出来，于纪念与缅怀都是合适的方式。当初这门中国史学史课程是为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开设的，我作为博士生、课程秘书，随班全程听课，并在课程结业考核过程中全程跟随记录。其实对朱星号、史英勇，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55。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32卷第3期。书目文献：先生独有的口试方式也颇多受教。以下楷体字部分为朱先生授课笔记原文，引号内为朱先生原话，明体为笔者补阙或说明。因为原记录有些零散，不做适当的说明与补阙，难免读来不明就里。同时，原记录内容前后有些穿插错乱，笔者重新做了整理缀合。需要说明的是，这份笔记只是我个人对于20多年前求学于朱先生的一个缅怀方式。要想全面了解朱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论说，可参由廖梅、姜鹏整理的朱维真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星号。本课主要参考书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星号。星号。星号。156。书目文献：朱维真中国史学史课程笔记。1. 什么是史？史本指古代的一种官吏。史从巫出，故有巫史之说。巫长皆神，史长记录，记什么神，从什么方向来，何时来，何时去。所谓序神位，也是史的职责。后来史成为非常重要的官员。再后来史又变成记载的名称。最早的历史记载，实际是一种宗教活动。史总体上属于巫，二者有分工的不同。巫长皆神，史主序神位。
楚昭王问于官射赋是一篇极好的文章。楚昭王与孔子生活的时代相当，因此篇反映的是西元前6世纪末至5世纪初的情况。九歌也是皆神唱的，使由为神服务变为人服务，即神事向即人事转变，由甲骨到今文，大概完成了这一转变。直至今天，史究竟是什么，依然是每一个史学从业者值得注意的问题。2. 关于史学历史研究，首先要重视时间，然后是地、人、事。我们的祖先为把握这几个要素费了许多精力。史学的发生，首先是从历史编纂学中来的。史学的3个主要侧面，一是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二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三是解决史书编纂形式的问题。3. 史学史。梁启超首先提出要给史学修史，并且梁启超已经总结了中国历史著作的3种主要的编纂形式：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所谓正史，都是纪传体史书。当然，有的史书虽也是纪传体，但没有得到官方承认，就不是正史，或称为野史。以往中国史学史的主要成就：金玉福《中国史学史》，李宗栋《中国史学史》，白寿仪《中国史学史》。以往的诸多史学史都编成了历史编纂学史。要注意历史观念史，它与历史编纂学是互动的关系，因此二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史学史。孔子就是用编纂。157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32卷第3期。书目文献。历史的方法发表政见，这种做法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直至清末。4. 史学观念的重要性。朱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课》开篇就特别关注史书、史实以及编纂者主观意见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史书的史实与主观意见的区分，有的明显区分，有的则不明显。从中国史学的源头上说，《春秋》究竟是否由孔子所作，是否是史书，这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我比较倾向于孔子做过《春秋》编纂形式与史观的关系，这是史学史要考察的主要对象。司马迁的《史记》被刘歆、班固放在6佾略中的春秋类，直到晋朝史部才独立出来，这些事实都与编纂者的主观观念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5. 关于春秋，钱玄痛罪不承认春秋与孔子有关。王安石曾说，春秋是断烂朝报。春秋中见不到作者以主体的身份出来说话，这不同于希罗多德的历史，但春秋特别强调性，春秋中时、地、人、事都是具备的，是一部比较完整的编年史。6. 关于公羊传与谷梁传。传转也，转相发明也。公羊传大概在景帝时写成文字，谷梁传大概在武帝时写成文字。为什么春秋写到霍陵为止？相传孔子对此事悲伤不已，因此而作春秋，故只比于霍陵。所谓孔子有王者之才，无王者之命之说，即来自公羊学。公羊传不是历史，而是经学。崔氏是古史变派的前辈，者有《史记探源》。他说谷梁传是假的，是仿造公羊传而成。至今此事还不好判定其是非。7. 关于《史记》，今天看来，《史记》因本纪、下本纪70%是正确的。
司马迁的救天人之际之说，明显带有职业的痕迹以及董仲舒的痕迹。司马迁自己说，他曾向董仲舒、孔安国请教过。董仲舒、孔安国都是有学问的，无论其158书目文献。朱维真中国史学史课程笔记。价值判断如何？太史令是御前首席占星官，这是司马迁的正式职务，而且他做得非常出色。经他提议并参与编撰，才有了汉代著名的太初历的诞生。因为此历法好，而使得汉武帝颁布此历时改元太初。直至今天，阴阳合历的农历人一直以此历为基准。司马迁完成此历后，认为他已经明白了天人之际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所谓救天人之际。历史不断在变异，古与今不同，这种变异到底是怎么回事？司马迁不再满足于春秋的水准，他提出了天运的概念。天处在不停的运动中，其变异是有周期性的，最小的周期是30年，最大的周期是500年，3个500年合成一个更大的周期。这一套理论集中反映在《史记·天官书》中。司马迁言其《史记》成书后是要藏之名山，附在京师的，但《史记》的命运并不好，朝廷一直严格控制《史记》的流传。史记本来还有景帝本纪、经上本纪，后来没有了。据说汉武帝对经上本纪非常不满意，削而投之，但他没有将史记全部销毁。司马迁出狱后还升了官，做了中书令，因此说汉武帝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些帝王那样。大概在汉元帝时，《史记》已在外朝流传，且不断有人续补《史记》。《史记》共130篇，其中有10篇是后人补的。现在知道的续补《史记》者，如楚少孙，他在元成之际做过郎，大概有机会看到相关资料。现在《史记》中的武帝纪、三王世家、归策列传、日者列传等基篇就是由他续补的。再如三皇本纪是由唐朝的司马真补写的。8. 从《汉书》的修转到南北朝的史学。班婕妤一度非常受成帝宠幸，于是整个班家的宠。当时刘向、刘歆正在整理宫廷藏书，后来将抄录的所有宫廷藏书送给了班家，于是又有很多人到班家借书。如杨雄就曾向班家借书，他的学问即由此而来。班彪是班婕妤的侄儿，是班家第一个文化人，对历史很感兴趣，熟悉宫廷掌故。他曾续写《史记》，写到王莽时代，但其书名未能流传下来，后人称其为后传。西汉晚期，人们对于改朝换代的事特别关心，也为此忧心忡忡。当时也发生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事件，如哀帝曾自己禅让给自己，后来又改回来了。哀帝159。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32卷第3期。书目文献。死后，王莽当权，然后就学周公，辅佐平帝。平帝死后又选了孺子婴，王莽做了摄皇帝，后来又制造了许多谶书，又有许多人上书请求他自立为帝，最终改国号为新。王莽是要推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包括土地改革、赋税改革等等。他的改革被冠以社会主义的名号，胡适就有这样的说法，其实就是要平均。王莽还关心祖国边疆的统一，他还颇有点科学头脑，发明过一种飞行器墨子，还解剖过诗。
体是人体解剖学的始祖。没有想到的是，全国上下都反对他，于是赤眉绿林起义爆发了，王莽落得众叛亲离，最后死于建台。当时刘秀等人都依附于刘盆子名下。刘秀自称汉武帝的9世孙。这一系列人事、王朝的剧烈动荡事件，需要说明，这促使班彪续写了《史记》，中比于王莽。想必他是写了一部帝国的兴亡史。东汉以后，班彪成为文化贵族，而且是新王朝的辩护论者。其长子班固，次子班超，女儿即班昭。班固的《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王朝史、断代史。他修正了司马迁的纪传体型，是创造了断代史的记载形式，并有自己的观念在其中。这种史书编纂形式一直沿用到清朝。班固在服丧期间发现他父亲班彪有《汉书》的书稿，于是加以修订、续写。当时曾有人告发他私修国史，后来得到了皇帝的认可，这其中有班超的功劳。汉明帝命班固先写光武时期的云台28将，写得不错，于是就让他将《汉书》修完，并让他做兰台令史。此官职专门负责编纂东汉开国以来的史事传记。从此史家变，成了史官。后来此官职工作地点由兰台迁至东关，东关的人员通称史官。起先这一工作由个人接受任务兼职，后来变成专职。东汉朝廷所开设的这种专门用于史书编撰的工作机构及其场所，在后来的南北朝也曾设置过，称史馆。史馆工作人员通常被称为著作郎，其助手称为著作佐郎，其中的有些人仍然是兼职。与此同时，朝廷关于历史著作的审查制度也建立了起来，由一些高级官员负责此项工作，并由他们确定哪些人可以入传，哪些人不可以。有些人即使允许入史，又有褒贬的问题，即如何评价其人。因为史已是国史，故人物评价的标准也就只能是权力者的标准。评价带有强烈的主观。朱先生解释说，此种飞行器的制作用的是墨子的方法和传统。160书目文献。朱维真中国史学史课程笔记。信，权力者的尺度即是评价的依据。其实当初司马迁已经觉察到，修春秋、史记也是一种主观评判。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历史编纂本是一件好事，有了史馆，更为工作提供了方便。唐会要中有关于史馆的制度规定，如规定宰相要记日记，地方官要按时汇报情况等等。这比私人修史显然有优越性，但它失去了研究的客观性，还要接受严密的审查。有些人可以依托权力篡改历史，史家的个人抱负无法实现，于是大多数史馆成员并不负责任。官僚化的结果就是使不少人开始混饭吃。刘知基曾说，许多兼修国史者指手画脚，意见又不统一。石杨九牧又曾说，史馆中的同僚整天互相牵制，韩豪相视，头白可期，汉卿无日。编按刘知己原文作，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隔笔相视，韩豪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汉卿无日。这就是史馆制度官僚化以后的弊病。在这样的史馆制度下，所谓正史的编纂完全受朝廷的控制，但这并不能覆盖所有的史学编纂工作。社会上还是有人对历史感兴趣，特别是汉魏六朝时代。当
时的文论相当发达，如曹丕的《典论》、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史学比文论的发展差一些，但还是有人关注了历史，而且历史的变换提供了大量做文章的素材，也有人希望用历史展现自己的文学才华，于是前朝的历史就有不同的记载出现。这一时期王朝更迭特快，一个人连续服侍3个王朝成为常事，这样他本人就是掌故的体现，于是非官方的史书大量出现，如《晋书》有18家。对于历史的认识角度也就呈现多元化，史书的风格大不相同，有的只为了展现文才，因此史学价值就有所欠缺，有的人写历史目光并不在往古，在现代。这种史学编纂的相对活跃，在南方表现得更为突出。南方对于中国传统的认识也与北方不尽相同。同一段历史出现不同的记载，对前代史书的注解也相继出现，比如裴英的《史记集解》，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裴松之生活在东晋末至刘宋时期，他发现了许多与陈寿所写有所不同的记载，于是他就把这些内容记录下来。这种增补注解原书的修纂方法来源于经学，裴松之的注分量远超过《三国志》原文，大致是原文的10倍。他引用的书有210种之多，这些书今天绝大多数已看不到了，我们只有依靠他的注略知其一二。同时代的北方史学则更体现受禁锢和受控制的传统。在北方，崔颢编纂拓跋氏历史的事则颇值得关注。拓跋氏的社会形态还比较落后，在进入中原以后仍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要书写他们的历史，就得靠他们的传说。崔颢就把这些内容以史书的形式记载下来。这样的史学编纂形态是否有绩效？161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32卷第3期。书目文献。拓跋氏的动机我们并不知道，但有人告发了崔颢，说他别有用心，于是就有了一场大狱，崔颢及其同党统统被抓处死。此后，汉族才真正算被征服了。于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为北魏修史就成为一个忌讳。之后也就形成了一种对史官进行控制和干预的传统。这种忌讳与控制，在魏收编纂魏书时表现得非常明显。魏书是著名的会史，魏收的人品极低劣，中央文件都由他起草，是第一笔杆子。他撰写魏书时，高欢是有过交代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4部分类法的确立。4部分类法一直沿用到明初。这个分类法的意义，不在于其是否合理，而在于史部的独立。三国时期，魏国秘书郎郑默据皇室藏书编成《中经部》，虽因原书散佚而无法度其概貌，但它却奠定了近代4分法产生的基础。西晋武帝时的秘书监循序根据《中经部》编成《中经新部》，确定了古代图书的4分法：甲部、六艺及小学等；乙部、古诸子家、进士子家、兵书、兵家、数属；丙部、史记、旧事、黄览部、杂事；丁部、诗赋、图赞及种书。可以看出，此时的4分法已见后世4部分类法之雏形。甲部类经，乙部类子，丙部类史，丁部类集。到了东晋初，著作郎李冲编《晋元帝书目》，
他把原先4分法的顺序进行了调换，将史籍更为乙部类，诸子更为丙部类。这便形成了后世分类法中以经、史、子及顺序排列的定则。9、关于隋唐时期的史学。隋朝设立史馆，其实是继承了北朝的传统。隋书的志实际是梁、陈、北齐、北周、隋5代的史志。关于玄武门事变，考证最好的是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一历史事件按照传统是不容的，因此这成为唐太宗的心病。于是他重修《晋书》，他自己担任监修，还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撰写了4篇史论，因此称之为御纂。其中着重探讨了立嫡、立贤的问题，以晋武帝、晋惠帝氏为例，认为立嫡最终要看是否对国家有利。显而易见，这说的是他自己的事，其实是说为了社稷，他的这次政变也是合理的。这个调门定5代史书的基调也就定也。晋书加上5代史共6部。当时参与官修史书的年轻史官有名曰李延寿者，先前还编撰有《北史》和《南史》2部，虽本是162书目文献，诸为真中国史学史课程笔记，私人纂修，但后来亦被官方承认。这样，所谓正史就增加了8种，即所谓初唐8史。这是当时意识形态的体现，其历史为现实服务的目的性非常突出。关于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问题，在唐代还当注意，唐太宗把周公赶尽了，周武王庙中把颜回抬起来，而到武则天时代又开始批判颜回，孔门中谁最值得尊重？于是有了孟轲。唐朝初年把道教定为官方宗教，那么读书人怎么办？让他们都研究道教，那是不行的。于是朝廷就让人修纂五经正义，这同样是以学为术服务。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学与术较为分离，南方则二者结合的较为紧密，因此后来五经正义大部分都用南学。这一点以往的经学史、哲学史都没有说清楚。这样的五经正义自然会引起一些学者的反对，因为这影响了学的真实性。刘知几就对五经正义表示过反对意见。刘知几属于北方学派。刘知几从武则天时代开始3入史馆，曾参与纂修过《则天实录》，在史馆里工作了20多年，历仕2主，即武则天与唐中宗。其实到他死时，他已历仕4主。他本来很有自己的见解，希望修一部真的历史，可总不能如愿，兼修大臣非常多，连门下省的公文抬头都要求抄进史书中，根本谈不上史料的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刘知几写了《史通》。《史通》开始撰写在长安年间701-704，写作的时间是一个混乱的历史时代，是一个权力交替频繁的时代，社会思想也比较混乱。刘知几《史通》自序曰：其余史传也，常欲自班，马以将，弃于尧、李、令、胡、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离格。但以无夫子之名，而折行夫子之事，将恐至今莫俗，取旧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鉴赏。所以每卧馆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既朝廷有之意者，遂以载笔荐推。由是3位使臣，
再入东关，原著则天朝尉著作左郎，转作史。经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长安中以本官兼修国史。会迁中书舍人，暂罢其任。神龙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国史，迄今不知改。今之史馆，即古之东关也。每为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为记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其书。长安中会奉诏欲修堂，宜当作国史。及经上、中宗即位，又敕传，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常欲行其就义。而当时同作诸事及兼修贵臣，每与其凿锐相违，举语难入，故其所载萧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一为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及。嗟乎！虽任当其职，而无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欲样孤愤，无以寄怀。必请而不言，黑而无数。163。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32卷第3期。书目文献。又恐没事之后，谁知语者？故退而思传史通，以见其志。2. 史通分内外篇。内篇严谨，主要考察的是历史编纂学史；外篇则表现了作者较为活跃的思想，如以古、惑今等篇。以古、惑今主要怀疑的是孔子的经典。在他以前，已有人对孔子的经典提出过疑义，如王充在《论衡·礼就》对东汉初年以前经学家的内容提出过疑问，只是王充的书在东汉这一带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王充是古文经学派的传人，是班彪的学生，而班彪是刘歆的学生。王充的思想似乎很大胆。史通对中国史学的贡献： 1. 清算了春秋以来的历史编纂学体系。 2. 指出历史编纂中的观念可以怀疑，历史著作中的观念有正确，有不正确。从史通开始，人们开始注意史学批评的问题。中国史学长期缺乏一个自我批评的传统，在这方面，史学不如文学。中国史学的有些反省隐藏在序文、赞、论中，是零散的，语言也比较含混。10. 关于三通，唐太宗就开始重新规范礼制，到唐玄宗时代，有了大唐开元礼，官制也开始法典化。大唐开元礼折中了唐贞观时期的礼制和高宗时期的显庆礼，协调了对《礼记》经传认识的矛盾，又有对于唐朝本朝新礼的吸收，以为定制。开元年间敕传共150卷。唐代的官制基本沿袭北周6典的影响很大，它类似于一部行政组织法。唐6典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唐6典全称大唐6典，也是玄宗时官修的一部法典，就题唐玄宗传。李林甫等著，实为张说、张九龄等人编纂。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又称会典，成书于开元26年738，所载官制源流自唐初至开元止。6典之名出自《周礼》《元始制典》《教典》《礼典》《正典》《刑典》《事典》，后世设6部及本于此。这一时代可称为一个法典化的时代，唐律疏议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刘志的正典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唐律疏议原名律疏，又名唐律，是唐高宗命人修纂的法律典籍。2.
此段补自唐刘知己史通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卷10页102、164。书目文献：朱维桢中国史学史课程笔记，也是东亚最早的成文法之一。它是唐朝刑律及其书注的合编，为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刑事法典，共30卷。正典唐刘志传共35卷，成书于开元末。仿周礼六官分直体，历采直经史百家所载，即自传说中皇帝至开元末年历代典章制度建制严格，并论其得失。全书已译，见于《新唐书艺文志3》折录。刘志编纂正典，很可能是受了乃父的影响。刘志，字作卿，刘知己第4子，起家左监门卫录事参军，迁刑部员外郎，历任尚书右丞、国子祭酒，作事贬为抚州长史，卒于任上。在此基础上，有了杜佑的《通典》。《通典》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证书，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严格变迁，为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所撰。全书共200卷，内分实获、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9门，子目1500余条，约190万字，记录了上启黄虞时代、下启唐玄宗天宝末年典章制度之严格，其中于唐代叙述尤详。陈书于唐德宗贞元17年801，北宋时就有刊本，以后元、明、清各代有多种刻本流传，其中以清朝乾隆武英殿刻9通本最为流行。通典成书后，一度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特别是在宋代，因为宋代科举要考策论，要用到这些内容。为此，宋代还出现了通典结文，如《四库全书》中有杜氏通典详节42卷，不知何人所编，据考证当为南宋人所编。其去取多有不可解者，见于杜佑《通典》9门内太骑兵制1门，与礼制门内有删去丧服之制等，盖力求简约而略无义例者也。而宋代又有郑桥编纂了《通志》，是一部上启三皇、下启隋代的综合史料通史。郑桥在《通志》中明确提出了会通的思想，主张修通史，强调史事、典章制度相依因的联系，主张史书应及古今之变，而反对割断史事联系，写断代史。他还主张用治军那样严整的类例方法来治学，认为史家修史要有独到的见识。通志中重点是20略，纪传部分则基本是抄袭。宋末元初，马端林又编纂有《文献通考》，也是一部典章制度史，共348卷。引古今史谓之文，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书、诸儒之议论谓之宪，故名曰《文献通考》。自序主要记载上古至宋宁宗时期的典章制度的严格门类。教杜佑通典分析为详，既有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直役考、真确考、士邸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交涉考、宗庙考、王礼考、乐。165。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32卷第3期。书目文献：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地密考、封建考、相委考、物议考、余的考、四议考等24门。所存资料较通典丰富，于宋代典章制度尤称详备。11. 关于宋代的史学。谈到宋代的史学，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文人修史。文人修史最大的缺点是重形式超过重内容，对舆论、
赞等内容特别注意。早先撰作《后汉书》的范晔就是文人，而且被称为无形文人，才华是有的，但对严肃的历史兴趣不大。他的兴趣就在论赞等文字中，这在他给他侄儿的信中说得很明确。宋代欧阳修、宋祁等人撰写的《新唐书》也如此，还有《新五代史》，作者主要是借历史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比如里面还讲到五代时期的灵官、攸关在宫廷政治中的作用，主观性非常强，一路呜呼下去，以后旧五代史就被淹没了，直至清代才又把旧五代史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25史中有4部出自宋代，还有作为著名编年史的《资治通鉴》。司马光真正发挥了《资治通鉴》主编的作用，其作用无人能取代。当然，这与他本人的具体处境有关。他不赞成剧烈的改革，尤其不赞成出于理财目的进行改革。庆历年间，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已经进行过改革，失败了，2人被贬做外官。第2次改革就是宋仁宗晚年已崭露头角的王安石在神宗时期主持的改革，他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他的改革主要是理财，在文化上则有移经、改经等行动，对五经正义很不满意。他想搞一套新的教科书，这就是三经新义，主要包括《周礼》、《诗经》、《尚书》3部，其中《周礼》最受他重视。其实，《周礼》在唐代已有人怀疑其成书不是周公。王安石也不认为《周礼》就是周公治太平之基，但他认为《周礼》主要内容是理财。司马光反对把理财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他起先就对庆历新政不满。他比王安石大2岁，因为反对改革，表示愿意修史，得到允许，用的经费由官方供给。纂修《资治通鉴》共用了19年。他使用的一些助手都是真正的专家。他对初稿每篇都亲自改定，非常用心。《资治通鉴》起自战国，下至5代末。司马光本是政治家，但不得志，因此《资治通鉴》的主线是政治，跟政治有关的内容都写了进去，如战争、文化政策、民族冲突等。这部书完成后献给了神宗，并由神宗写了序。神宗认为这部书有悖于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他在中国史学史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意外收获。后来南宋初李陶又作《续资治通鉴长编》166，书目文献朱维真中国史学史课程笔记。朱熹非常不满意司马光对于正统、非正统无是非的观点。他认为正统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比如司马光认为曹魏是正统，朱熹则以为要地属。朱熹编纂有《资治通鉴纲目》，在史学史上很少有人对他进行研究。其实这部著作一度非常风行，因为朱熹的地位一度非常高，因此这部著作被说成与孔子作《春秋》一样，称之为绪林之作，其体例也是编年体，但有不一样的微言大义在其中。朱熹的统学、道学观点影响很深，一直到清中叶以后，中国人的历史观念才由批判开始走向反面，但那已是18世纪晚期。朱先生认为，在早期的编年史代表作《春秋》《左传》之后，在汉末三国时代出现了编年史的复兴，荀悦的《汉纪》就是代表。荀悦曾是汉献帝的老师，
他的《汉纪》编纂得很好，材料确凿，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司马光就非常推崇荀悦《资治通鉴》，即以《汉纪》为模范编写而成。三国以后，中国的史学编纂形式就一直是两种并行，一种是纪传体，一种是编年体。当然，当初纪传体史书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编年体史书的一些缺陷，但纪传体的缺陷是以帝王为中心。司马迁的纪传体相对的注意了各个层面的人物，眼界较为开阔，如有《霍职列传》《游侠列传》《扁鹊仓公列传》等，《汉书》就不行。还骂《史记》说霍职、游侠之传有不良效应。历史一旦变成工具，就命运不佳。后来的纪事本末体可称兼具了纪传体和编年体的长处，又比较能够避免各自的缺陷。袁书的《通鉴纪事本末》是其代表。袁书非常喜欢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但苦于卷帙浩繁，希望所关心的历史事件有一个完整的过程，于是就抄录合并整理了200多件史实，然后献给宋孝宗。孝宗读后也觉得不错，这就是著名的《通鉴纪事本末》，其中的小标题每每表达了袁书的历史见解。纪传体以人为线，编年体以时间为纲，纪事本末体则以事件为目。12. 关于元、明以后的史学史。辽、金、宋史直至元末才有人着手编修。脱脱一边考虑与红巾军的战事，一边主持修史，因此这3部史书修得很差。24史中最蹩脚的一部是《元史》，由宋濂等人修撰。以后不断有人提出重修《元史》，如钱大兴。再后来，实录都屡屡被修改，修改前朝实录成为传统，明朝的实录不用说，清朝的雍正、乾隆等实录一直到清末还在修改。清朝的均167。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32卷第3期。书目文献基础完全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与明朝的内阁又有所不同，其人选的官位很低，行走低，学习行走更低。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历史记录的真实性就大有问题，有好多私密的事，连6部尚书都不知道。军机处进一步剥夺了内阁的权力，完全不受行政程序的限制。当年明朝调选内阁成员已经开始不按程序办事了，再后来内阁也变成虚设。清朝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军机处只有5、6人。尤其雍正把国家权力完全与个人独裁结合起来。从此以后，官方记录越来越不可信，于是有了野史与笔记及民间人士所编写的历史。这里面保存了许多官方史书中所没有的东西。后来清朝的野史也衰落了，原因是文字狱。后来的野史大多是些读经、读史的心得，当然其中有一些与当时历史有关的内容。13. 关于中国史学中的以下问题。朱先生无论在自己的史学史课程中，还是在他的文化史课程中，都非常强调中国历史上的以下问题，民族问题。这也是他多年来在史学认识中颇有创建之处。这部分内容虽然朱先生未能系统讲授，但每讲到相关问题时，均有深发，实出新见。早期的所谓华夏文化，其区域其实很小，只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以下问题该如何看？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汉族的概念其实出现很晚，它与汉朝的概念不同。
由东汉末至隋朝的400年间，南方主要由原有中原的大族统治。这里有原来的土著及两汉时期所谓南蛮。到这一时期，这些土著有一部分与中原贵族结合了，还有一些则南迁到更南的地方。北朝时，汉儿还是笔称。未收为南人力的，传曰岛夷；沈约为北人力的，传曰所虏。其实都在利用族类的概念，抬高自己族类的地位。当初孔子的这种思想意识就很强，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王也。而族类的意识在分裂的时代表现的特别明显。孟子最早成为官方承认的教科书是在金朝。朱熹强调正统，可谁才是正统？在中国历史上讲正统，就必然与夷夏问题发生关系。因此，朱熹特别强调夷夏之变是必然的。清朝对夷夏问题非常敏感。清朝的满洲人一直实行内满外汉的政策。当然，168书目文献，朱维真中国史学史课程笔记。后来的反满者不限于汉人，其反满的原因在于满人的腐化，但表现出来的是民族意识。夷夏之别由族类观念变成文野之分，这在18世纪之后的中国是很流行的观念。说元朝不尊儒，那是不对的。忽必烈曾被封为儒教大宗师，清朝也尊儒，但只要他批准的那一种儒。康熙曾说，真理已被诸子讲完了，现在关键在实践这些真理。康熙很有兴趣了解域外的知识，那批传教士有幸到了康熙身边，希望他改宗基督教。康熙还真的曾经想做这些事，还很认真的与大臣们讨论过。当然，讨论这些与意识形态的优劣没有关系。14. 中国史学中国家疆土与版图的问题。中国的疆土与版图的问题，也是朱先生史学见解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部分内容朱先生也未来得及写成专门著作，但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时常涉及到的零星见解也非常重要。中国是一个不断拓展的概念，中国的统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汉族何时形成？至今不好确定，但可以确定，自西元2世纪到6世纪是与此问题相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王莽很关心祖国边疆的统一问题。王莽时代其实就国家统一程度说，比西汉晚期更统一。越南在东汉以后就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唐朝时期，蒙古草原还没有纳入中国的版图之内。日本的冲绳岛则一直是中国的领土。台湾正式进入中国的版图在清康熙时代，并不在三国时代。新疆设省1，直到光绪年间才完成。169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32卷第3期。书目文献。170